成功了吗？怎样？怎么跟爸做的这么像？有像啊。这样以后想他的时候就可以煮啦。去前面吃，走。还会很痛吗？有一点呢。待会就帮你冰敷。好啊。是谁啊？没有啊，同学。喂。喂。哎，我在忙啊，今天没办法找你。改天好不好？拜拜。这么晚了。走了，没事。你想吃什么？嗨，大家，你们在干嘛呢？这是我爸妈特别为我准备的生日大餐哦。哦，大家送给我的生日礼物我都有收到，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份喜悦。我要向爸妈一起去庆祝喽，大家拜拜。生日快乐！人来人往，在门外偷看，不经意的望，假装自然。How do you feel the same way？ 当你出现，像太阳耀眼，一遍又一遍隐藏了疲惫。你总演得很完美，不想要只能躲在雨筒里，爱给的选择不是唯一，能不能就让我们在一起，找存在的定义。I wanna be your face in slow motion， I can't forget your face in slow motion. I wanna be your face in slow motion. 哎，骑车不看路哦。I can't forget your face in slow motion.干嘛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搞什么鬼啊？我配一杯给你好不好？可以粗一点吗？好好。
不好意思，真的很不好意思。脚踏车欸。怪啊，我刚刚明明不在这里。脚踏车都要欺负我！